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1章1到15节。马太福音11章1到15节，和本圣经在14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听见耶稣所做的事，就打发2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使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吗？那穿细软衣服的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书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以上。这时候，请彭德贵牧师来讲道，题目是：你是将要来临的那一位吗？你是将要来临的那一位吗？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受总会差派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也一起来聆听今天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信息。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也特别摸他仆人的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在代战节第3主日，你预备我们的心，给我们适当的反省，准备迎接圣诞节而来临。求主你的灵洁净你仆人的口，所传讲的合乎你的旨意，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心灵耳朵，听见你的话，让我们感受你的爱，看见你的荣耀。奉耶稣名祷告，阿们。那在我们的周报里面的第15面有记载着关于待降节第一个待降节就是期待盼望，是预言的这一个蜡烛提醒我们一直等待弥赛亚来临。第二个待降节是准备和信心，又称为伯利恒之主，提醒我们当日玛利亚和约瑟如何准备耶稣诞生。今天是第3的待降节主日，宣布和喜乐，而称为叫牧羊之人的主，提醒我们牧羊人听见耶稣降生的宣言时何其喜乐，预言已经得到应验人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已经来临，所有热切寻求的人欢喜快乐归纳起来说，待降节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全教会全信徒要能够在这个时候深思主耶稣来临的目的。原来早期的设计这段时间就是一个祷告反省的一段时间，让我们我们一直来想到耶稣来临的目的，还有呢他的生活，他一切所行的所教训。那信徒应该用悔改的心来反省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合乎主的旨意。有一句话这样说：先有美好的待降节的意义，然后才迎接圣诞节，这样子圣诞节就变成真正的有意义了。早上我们就在圣经里面
约翰的门徒去问耶稣说：“你是约翰所说要来临的那一位，还是我们等待另外一位呢？”就在当时，耶稣来地面上，其实我们知道，约翰曾经预言耶稣是他后面来，比他更伟大，他就为他提鞋也不配。但是为什么说这个时候他会差派门徒去问耶稣：“你是不是要来那一位，还是我们要等候另外的呢？”可是约翰可能有很复杂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早就接受耶稣了，或者有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既或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有时候环境的情况不如意的时候，艰困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说：耶稣真的是我们应该接受的那一位救主吗？还是我们等候了另外一位？尤其是犹太人，他们更会这样子。所以这也是在我们待降节的时候，做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省。你是将要来的那一位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另外一位呢？有人探讨约翰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3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有人认为约翰提这个问题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他的门徒。可能是当约翰在监牢里跟他的门徒说话的时候，他很担心他所敬爱的老师关在牢里面，他们希望很渺茫，所以他就问说：耶稣是不是要来那一位？于是呢，约翰就说：那你去问他好了。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觉得约翰的回答是很聪明的。有时候人家会问我们一些问题，跟我们辩论一些问题。有时候我们最好的处理方法不是给他辩论，你辩赢了，他可能会生气；你辩输了，他可能说连你这个都不知道，你还要传福音给我。所以辩论不是最好的方法。约翰没有辩论，没有给他门徒辩论，要说那你去问好了，去问耶稣，看他怎么跟你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人给我们问很多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说：那你最好把你的生命交给耶稣，看耶稣怎么在你的身上做了什么。你也从整个的历史当中来了解耶稣所做的，他的影响的，你就知道他是不是那个耶稣是救主，来到世界上帮助我们的。这是约翰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处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方式。第二个，另外有人说，约翰可能等了太久了，竟然现在被关在牢里面，怎么耶稣该做的没有做呢？所以约翰好像很不耐烦了。因为约翰曾经在马太第3章的地方，有人去见那个约翰的时候，约翰传那个福音的时候，那他看到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要来受洗。就对他们说：你们这些毒蛇，上帝的审判快要到了，你们以为能够逃避了？要用行为证明你们已经悔改，不要自以为是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宗，可以逃避审判。我告诉你们，上帝能够拿这些石头为亚伯拉罕造出新的子孙来。斧头已经搁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都要砍掉，丢在火里。我用水给你们施洗，表示你们已经悔改。但是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他比我更大，我就给他滴血不配。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谷物，把麦子收进仓库。至于糠皮，他要用永远不熄灭的火来烧掉。那么我们可以知道，约翰所传的福音是悔改的福音。他特别讲了2句很厉害的话：你们要悔改，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不结好果子的要砍掉。然后耶稣拿着那个簸箕，要扬进这个场，把糠皮拿去烧掉，把谷收在仓库里。那约翰传讲这样信息，可是他
怎么发现耶稣都没有这样做呢？那现在既然被关在监牢里面，他觉得很失望，所以呢，就派人家去问耶稣：“你是要来的吗？还是我要等候另外一位呢？”那么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就在第4节到第6节，我们读了11章4节到6节，回答说：“你们回去，把你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报告给约翰，就是瞎子能够看见，跛脚的能够行走，患麻风人得洁净，聋子能听，死人复活，穷人听到福音，那对我不疑惑的人有福了。”那么在这里，耶稣，假如约翰是因为等得不耐烦了，那就叫差人去问耶稣说：“你是那要来的，还是我们等候另外一位呢？”假如是这样的话，耶稣没有因为这样子就责备他，就怪他这种约翰怎么那么差劲这样。我曾经看一个短文说，有一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拿一张很大的一个白纸，那个纸的中间画一个黑点，他打开就问：“你们看见什么？”他们说：“看到一个黑点。”然后这个牧师就：“除了这个黑点，你还看到什么？”他说：“没有，就是黑点啊。”那传道人说：“我拿了那么大张的白纸，你没有看到，你只看到黑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比喻说明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人家的缺点。约翰很伟大，他传讲福音，很多人去悔改要受洗。可是为什么约翰这个时候会这样差劲呢？约翰怎么能失去信心呢？有时候我们很看到那个黑点，没有看到他好的那一面，更多的好的一面。这是给我们一个教训的。但是耶稣呢，没有责备他，但是耶稣给他们就说：“你回去，把你们所看见的、听见的都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跛脚的行走，患麻风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约翰所传的福音和耶稣所做的有很不同的是什么？就约翰是传讲公义审判的主，但是他忽略了上帝还有一面，就是慈爱拯救的那一面。那么耶稣说：“你回去告诉他这个内容是指什么？”这一些在犹太人会明白的，那就是一个弥赛亚的记号。弥赛亚来了，他怎么知道呢？他不是在问吗？你是哪一位，还是要等另外一位呢？主耶稣说：“你回去告诉他，我看见什么，做些什么。”那一些都是一个弥赛亚的记号，叫死人复活，眼瞎人看见，穷人福音麻风有洁净，这是一个弥赛亚的记号，等于是间接的告诉他说：“我就是那个圣经你们旧约时代你们主人一直在期待的那一位弥赛亚。”你回去告诉这个约翰。那也许约翰只是注意到上帝的审判，约翰忽略了耶稣基督是上帝差来要来拯救的。圣诞节的时候要来临之前，在代降节的时候，我们要反省是什么？一方面反省我们的态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会像约翰？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想听到耶稣所做所行的一切，我们能够很确定的说，他就是那一位要来的救主耶稣。第三个，有人认为说，约翰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怀疑，也不是不耐烦，也不是为了门徒，是为了肯定他自己的信心和盼望。因为他曾经在施洗的时候见过耶稣，现在在监牢里，他越想到耶稣，他越想证实他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所以呢，借着他差派门徒去问这个问题，来验证他整个的盼望。这个问题不是出于一位失望不耐烦，是出于一位眼睛闪烁着希望之光的幸福者。在那里恶劣的环境当中，他别无所求，
他只是求坚定自己的信心和盼望。对了，有时候我们也会软弱，软弱的时候很重要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重新被点燃。所以耶稣答复了他的问题，耶稣所说所做的，足以让约翰肯定、坚定自己的信心和盼望。对我们来说，耶稣宣布在加利利所做成的，就是今天他仍然在做，就是他对自己和自己的同胞以及上帝真理盲目的人，耶稣再一次开启他们眼睛，叫他们看见。软弱的、脚步不稳定的，好像跛脚的，耶稣再一次给他力量。凡是沾染到罪恶之病的，主耶稣再一次洁净。耳朵看不见、听不见的，良心蒙蔽的，听不到上帝声音，叫人再一次能够听见。在泛滥的当中，死亡或者失去力量的，要叫他重新复活，将获得更新与爱的生命。至于贫穷的人，要可以听到福音。这个就是耶稣要来回答这个约翰，也是在我们带降节的时候，我们带一次。也许我们眼睛看不见了，耳朵听不见了，我们的脚软弱了，我们再一次听到主耶稣对我们说话，透过耶稣对约翰所说的，再一次对我们说话。他就是那一位要来的，我们不是在等候，乃是重新坚定我们的信心。第二点，我们看见耶稣对约翰他的肯定。从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那从第7节到第9节，耶稣有问了2-3个问题，来肯定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也不是一个像芦苇摇摇摆摆的人。他问他们说，他走了以后，他说：“你们到旷野要看什么？要看那个芦竹吗？摇摇摆摆吗？”他不是那个摇摇摆的人。你的旷野看什么？看穿着那个柔软衣服的吗？那在王宫里面看。那你到底要看什么？在这里他连说了3个问题。被吹动的芦苇吗？你要出来是看衣服华丽的一个人吗？那是在王宫里面。你们出去到底看什么？是看先知吗？他说是的。可是我告诉你们，没有在世上没有人比这个他更伟大的先知。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指责那个王，以致现在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对这个约翰，施洗约翰，他的肯定。他离开以后，他没有说约翰怎么问这样的问题，直接用那个问题来想的时候，约翰怎么可以叫门徒来问这样的问题？难道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吗？难道你不会直接告诉你的门徒我是谁吗？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在那边肯定他。更重要一点是，除了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以外，到10节和11节，他更告诉他说，他就是那圣经上所提到的那一位。上帝说：“看吧，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做你的前驱，说先锋了哈，他会为你开路。”在这里面，耶稣不但是肯定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在世上没有一个人比约翰还伟大。他还特别调了，他就是弥赛亚的先锋。他前面所做的、所说那一切是没有错的。换句话说，耶稣就是做了上帝的指路标。你看，耶稣他介绍他的门徒给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一个最正确的一个解释，介绍耶稣的角色。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了解那个献祭，1年1次大祭司把那牛或羊的血带到至圣所里面，在那个约柜的盖子上面抹上那个血，
圣经说，上帝看见那个血就赦免他们，不是那个血有什么魔术作用，而是看见那个血，上帝知道犹太人悔改认罪，照规矩进到这里面来，就赦免他们。这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恩典。人犯罪该死，但上帝给我们机会。那怎么样上帝赦免呢？悔改认罪，然后照上帝所讲的，把那个血带到里面去。所以那个施恩座，那个约柜的盖子，那因为在那边上帝看见，那他们罪都得到赦免，所以犹太人就认为，所以犹太人就说明啊，那个是一个施恩座，上帝在那边施下他的恩典。那么约翰把这个旧约的一切用一句话说：看哪，上帝的羔羊，赎去世人罪孽的。过去因为有很多羔羊，透过那个血，上帝赦免你们的罪，但是人一直犯罪，所以从今以后，上帝自己设立了一个羔羊，就是耶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我觉得我们中国字这个义很有意思哈。我们神学上叫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们信称义，是说通过借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上帝算我们为义。正确的解释，因信称义是这样解释，不是说因为我相信，那好像你很伟大啊，你懂得，因为你相信，所以你就得到赦免，你就成为义人，不是，是借着通过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接纳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成为我们的救赎，所以上帝看见我们头上有耶稣的宝血，算我们为义。我们不是已经做成为义人，是上帝算我们是为义人，这个叫因信称义的意思。那这个意思很有趣，我们这个汉字中国字就很特别。我是什么？有人说我是干戈，保罗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想要做的好，我没有办法做；我不想要做的坏，我偏偏去做。我真是苦啊！所以能救我这个以至于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感谢耶稣基督。就是保罗这一位又敬虔，又遵守上帝的旨意，甚至迫害耶稣、迫害基督徒，是表示他是要遵守上帝的律法的。这一位保罗，他最后说：“我是罪人，我是大罪人，我里面是。”没有办法，我里面有两个律在征战，这是我就是干戈。但是呢，我这个承认我是一个不行了，我就接受耶稣基督救恩，就是上帝的羔羊，不是普通的羔羊，是一次就完成、永远就完成的上帝的羔羊，在我头上。上帝看见我们的头上有上帝羔羊耶稣基督宝血的，上帝就称我们为义人，算我们为义。这个义字很有意思，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字要这样做。我们知道这个字象形假借有的像那个形状来做的，好像河流就穿就流水的穿太阳远远一点或者变成日。可是为什么这个义他这样做呢？可见我们老祖宗早就是应该成为基督徒。我的头上，我这个干戈，我这个人像保罗，哇，痛苦。我这个内心一直在战争斗争。有人说我们不需要，照着良心就好。那拍胸脯说我是最良心的，其实他最不良心了。有很多时候，那真正成为说，哎，我真是没有办法，想要做好，没办法做好，不要做，偏偏做坏，那才是真实的。承认这样的一个真实，我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就接受上帝的羔羊的宝血，上帝就算我们为义人。所以约翰介绍耶稣，他就做一个指路标，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很多人要找他去受洗，他说：“我后面来的比我伟大，我替他解开血也不配。我用水给你们受洗，他来要用圣灵给你们受洗。”所以耶稣是一个非常约翰是一个非常伟大主耶稣的一个指路标一个指路标成为一个指路标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一个指路标。人家看见我们，不是只有看见我们，是看见我们
身上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看着我们身上为什么有那个香气，看着我们身上为什么有那个生命，然后就指向耶稣基督。他看见我们所有的好，就是看见因为耶稣坐在我们身上，所以他就去寻找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主指路标，就是约翰给我们看见的。最后一个，耶稣讲了一个很奇怪的一句话啊，在在这个他说，你看先知说对了，他说他就是圣经上所说那一位，那做先驱的哈。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在11节，在人间没有比约翰更伟大，但是在天国里最微小的一个都要比约翰还大。很奇怪的一句话说，他既然称赞耶稣，那个约翰是世上最伟大，可是他说在天国里面最微小比他还大，那是什么意思？这里是说明到一件，然后他接着说到约翰为止，天国是努力进去的。所有的宗教，包含犹太人，要得称义，就是努力做好，做善事。一般的民间宗教都是这样，要做善事，要修行。可是再怎么修，再怎么善，到最后还是要像保罗一样，立志行善于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台湾也有一句话说啊，一起叫良心就好了。他那你手摸着良心说，良心人世上有几个？他一个死掉了，还有一个呢还没有出生，因为很矛盾嘛。意思说叫良心，但另一方面又说世界上只有2个良心人，一个死掉，一个还没有出生，都没有良心人呐。所以呢，这是告诉我们说，信仰得救不是靠自己去做。耶稣就是回答，到约翰为止，天国进去是靠努力进去的，但是他们失败了。就业的结论是告诉我们说，人靠自己没有办法得救。那么耶稣就宣布说，在天国里最小的要比约翰还大。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天国是什么？天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借着将要来的耶稣基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信靠他就被称为义。所以呢，耶稣就具体化了新约是一个恩典的约，标示出一个崭新的一个开始。如今借着耶稣基督本身，上帝的国已经来临了。以后不是再靠努力进去，以后是靠着信仰，是接纳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成为上帝国里的，那比约翰还要伟大。因为他们努力的结果，他们没有把握得救，但是从耶稣以后，接纳他、信靠他的人，就可以得救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好消息。就是这个基督教信仰跟所有的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不是不要做好，做好事，信耶稣以后，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有了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然后呢，我们就透过耶稣基督有份于上帝的性情，那么活出越多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彰显出越多上帝的性情，那就是善行。所以生命是自然的，那个行为，好的行为是一个好的生命自然的流露，这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的。结论来说，我们在待降节的主日，我们借着约翰差派门徒见耶稣所问的话，还有我们所探讨的，不管了解，不管怎么样，约翰的动机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给我们学习的，约翰成为耶稣最好的先锋，是美好的指路标。我们也要成为人家美好的指路标，我们的生命活出耶稣基督，告诉人家信仰的意义是抓住那个恩典，那信靠耶稣基督的永远的生命。待降节的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的确信，不但确信，而且我们也经历了这样的救恩，在每天每时刻的生活当中。
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讲节的时候，让我们反省，让我们最后非常的确定说，耶稣真的是上帝安排来拯救世人的救主。我接纳了，而且我也经历了这位救主奇妙在我身上的作为，成为别人的一个指路标。谢谢你，靠耶稣名祷告。